家都知道美丽湾饭店吗？知道哈。美丽湾饭店就是那个很丑，然后台东县政府一直说很漂亮，可以给200个工作机会的一个饭店，一个丑陋的饭店。因为美丽湾饭店侵占了螭童部落的传统领域，破坏了沙滩的生态、海洋的生态。我们在3年前的时候，部落的人站出来，要去守护这个传统领域。我们发现，其实这个饭店有很多违法的地方，还是一个惯犯，规避环评，然后抢建、抢照，然后现在还要抢营运。可是这个台东县政府好像丝毫都没有反省。如果大家看到台东县政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我们的国家也是这个样子。大家可能会，我的例子绝对不是唯一的例子，而是一直不断的在原住民部落发生相同的故事，相同的血泪，在我们的土地里面发生。今年初128的时候，阿美族有一场100年战役在台北总统府，那时候有300多位的阿美族聚集在总统府前面，而那时候有太巴朗，还有来自大港口、来自嘎鲁瓦、来自螭童部落，还有来自很多很多的阿美族部落里面，我们集结在那个地方，我们为了我们的土地，在那个地方集结。从花莲到台东，大农大富、大港口的传统耕地被东管处收走了，都兰比 BOT、三仙台 BOT、宝盛，还有六福皇宫饭店，包括螭童部落的美丽湾饭店、纳鲁安饭店，还有黄金海、棕榈海，还有台东度假村，整个花莲、台东下来30几个开发案 ，BOT， 大家都知道，老人家非常珍惜土地，甚至不愿意看到土地重复使用，所以他们常常会耕作了几年之后就放弃，然后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再去继续耕作。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，阿美族有一个很棒的传统，就是土地不需要登记，土地不需要买卖，土地只要不买卖、不登记，我们就不会把它当成商品，我们就不会把它当成利益。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，一开始日本时代再来的国民政府，我们看到他怎么去抢夺原住民部落的土地，开始怎么限制我们集体使用的这个权利，大家应该都有看到。然后把我们的土地国有化，花莲、台东总共有87.5这么高的数字是国有地，那少数的土地到底是谁的？还在增划编呢，而且这个增划编竟然要花7、8年才有着落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老人家的土地有没有一天回到老人家手上。结果我们这个政府非常的腐败，他们竟然用 BOT 的方式，用设定地上权的方式，把日本时代抢夺的50年，然后他们中华民国号称的100年，在50年转移给财团。美丽湾饭店就是这个例子。老人家想要有苦说不出，我们年轻人能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当他们的手跟脚，为他们一起，跟他们一起站在一起，为他们说话，为他们一起努力，把土地要回来。我要说的是，我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从来不认识马耀比后，但是我在128的时候，
我认识了他。我很抱歉，因为我孤陋寡闻，所以我一直都不认识这个前辈。其实已经默默为原住民部落付出了很多的事情。或许他是用纪录片的方式来表现，每个部落的辛酸、苦、血、泪，这样子一直肯为部落努力的人。我希望将来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像这位前辈一样，都能够为部落发声。